心肝内台湾上水是啥物？有人讲台湾有山有海，景致美丽。咱通看日头金死死为海面浮出来，嘛通徛伫云海顶悬看田地甲都市。活伫请用咱的报道，安怎看安怎水。嘛有人讲台湾艺术文化世界水，沿途最先摆的甘露水，予世人看到台湾人雕琢佮自信的灵魂。以前的台湾人，甲因的宝石甲痛疼留落来。咱看遮的作品，艺术甲因做伙画架、斗阵势。佮画了后，咱嘛看到咱台湾爱行向什么款的未来。台湾的水百款，你感觉上水的是啥？风小头，伊无想要起飞。无想要走啦。你不爱飞我，跟你小阿丁好不好？我心肝内上水的台湾，是甲囡仔伫山里找黑金菇，伫海边啊掠毛虾，坐船出海遛海猪啊，四季走踪，就算大人母甲喜咧咧，囡仔算甲乌酥酥，嘛足幸福的。阮用台语生活，阮的人生用台文写。阮看到台湾是世间上水。咱敢阁会记得台语伫咱记忆内底是啥物风景？是细汉的时阵，阿母甲咱洗头哪讲的故事？是坐伫阿公的野笼啊，听伊讲庄仔内较早的代志。是一群朋友放学骑铁马，讲咱要去倒位溜溜咧。是安怎？这么水的风景，煞伫咱愈来愈远。是安怎？咱讲台语，煞变做别人参观的风景。台湾人敢毋是生成自然就讲台湾话？讲台湾话袂放哈的所在，到底伫倒位？阮是做伙来讲台语，算甲乌妈妈好无？阮会起一个所在，互台湾囡仔通自由自在，用咱的字甲迄句，做台湾人足快乐的，记落来，传落去。2022休热8月14到16，打到盐埕埔台湾国等你入境。做伙来讲台语，算甲乌妈妈好唔好？好。会无做起来，迄就是你的问题。你真的超稳定的。刘宇，好，就给妈你
谢谢。